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服侍的器皿，也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侍带领弟兄姐妹来荣耀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跟前后左右的朋友说，我们来赞美他，赞美他。也属于你，你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一起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众人欢喜赞美你。我们再次找弟兄姐妹好吗？我们就这几个人了，好不好？我们一起跟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嘿，我们一起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爱我们的主 ，Come on！ 天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万物都因你欢喜，都要欢呼赞美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众人欢喜。再一次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众人欢喜赞美你。
来赞美他。我们的口要称赞神为高，因为他行大能，仇敌都逃跑。起来，我的口称赞神为高，行大能，仇敌都逃跑。以救恩做我的装饰，喜乐的歌为我依靠。再一次来宣告我的口，我的口称赞神为高，行大能，仇敌都逃跑。以救恩做我的装饰，喜乐的歌为我依靠。一起来赞美他。耶和华是引导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引导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再一次 ，Come on！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耶和华你喜爱你的百姓，在你殿中唱新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你，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向你欢呼的民是有福的，因你的名终日欢喜。赞美你，我们一起来说，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他，赞美你。我们一起唱，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不停地来赞美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一起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们会众唱出来。大声的来唱。大声的来说，主你是，他是我们的力量。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可以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思想，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在困苦患难的时候，你仍然不放弃我们，仍然是我们生命中的依靠。我们再次从头来，我的诗，我的拯救。如果我们已经会背的话，我们就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思想这首歌。它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怎样未来？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再次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它是你们的高台，它是你们的力量。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它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再次说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人算什么？你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来，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亦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我们再次来说，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我们一起来说，当我抬头，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亦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我们再次来说，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说我们不再悲伤，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再次来宣告，不再悲伤，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没有任何的事物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亦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来说，当我放下自己的天，深
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不要怀里，依靠爱我们的主，我的灵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是我们的磐石、力量、山寨，也是我们生命中最稳固的依靠。主啊，当我们唱着主你是我的力量的时候，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限，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迷惘，甚至想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人生的困难。主啊，但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眼光转向你，因为真正能扶持我们、保护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是你。主啊，当我们抬头仰望你手所造的天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主啊，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以前，你已经先爱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学习过一个依靠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寻求你，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主啊，我们都愿意信靠你、亲近你、顺服你。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在等一下的时候用耳朵听到信息，而是让主你的话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将今天的礼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这个当中，亲自来运行，亲自来带领。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用使徒信经，在下一页，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信上帝。请坐。报告，我现在报告一下教会消息。大家可以翻开周报。公祷事项，我们持续为弟兄姐妹有需要的、病痛的，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志梅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前往板桥新民教会请安报告。第二点，下主日就是5月24号为圣灵降临节，是普世教会的起初，那也是本堂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那有预备受洗、坚信礼的以及设立会籍的弟兄姐妹向牧师报名，那也为肢体预备以及自己同坐席存一个敬畏的心。那第3点，114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在月柜以及在公布栏，那可以自行拿取。那在下面团契消息，本主日下午5点，圣歌队举办年终慰劳餐叙，那特别感谢廷一执事代理指挥职务，也欢迎若琳老师就是预后归队。
然后有报名的小队员请注意时间。那5月22礼拜五为松年团契上午10点，那有行医学讲座，然后主题是乐活远离忧虑。5月23礼拜六为妇女团契上午9点，那有聚会的请注意时间。那奉献明细大家自己看，有错误的请跟英干事更正。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要来向你认罪，在你圣洁的面前，我们要来承认常常我们陷在自己的自私、骄傲以及眼前的私欲当中，常常用这短暂的生命去追随虚空的事物，却也忽略了你的心意，嘴里常常说爱主，行为却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心思意念中隐而未现的罪，口舌上的过失，对人的冷漠，在你面前都无法隐藏，也求你来赦免。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心不再过一个与你背道而驰的生活，也求你加添你的圣灵的力量，让我们不再顺从这世界的价值观，也将我们的身上的软弱、过犯以及顽梗的心都交托给你。主啊，我们现在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一起来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144篇1到4节。那我来念，大家来看，一起看。第1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碉堡，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不过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影消逝。正道的题目是倚靠上帝的生命。我们请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个后面没有冷气哈，大家要辛苦一下哈。我们今天后栋2、3楼的这位冷气哈，一大早就出问题哈。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呼召拣选我们来到教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不管我们对你认识的是深是浅，愿你今天透过话语亲自打开我们每人的心，赐下安慰，赐下医治，更赐下对未来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上礼拜四的 FB 上面，牧师有看到我一个同学啊。我们牧师大家都知道牧师在金门，然后外岛啊。那
那个村庄，其实我们一起长大的，大概那种真的是所谓的同岛一命啊。哦，那个常有什么同乡会啊，或者同学会啦、那种的感觉，其实跟在台湾可能你们相处的不太一样，因为你等于是从小就在同一个村庄长大，村庄里面的什么那个活动你们都会在一起，你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也都认识。我们白天去学校上学，晚上下课回来又是大家又玩在一起。好，那一直到高中毕业各奔东西，那多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都各自拥有了儿孙。我们这个同学他的夫婿事业打拼得非常的成功，但他在 FB 写了14个字，写说这就是缘分吧，只是太短暂，谢谢你。看那个其实蛮鼻酸的，就是14个字，就是他先生因为无常离开了，无常离开了。以年纪来讲，跟牧师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让人很不舍啊。那我们在我们自己同学的群组里面，大家都在安慰他。而牧师也在想，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不晓得在座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一段时间吗？还是说一个人出远门，时间到了，有的人早，有的人晚就回家？还是牧师也常常在跟那个社区的银发族，他们其实都是70、80、90岁了，他们可能上车下车的时间会比大家快，还是就好像一个生命的列车一样，有人下车。有人上车，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其实是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所以不管我们要如何定义生命，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长度，绝对不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我想我这个同学，想做青梅竹马也可以啊，我们一长大了，他也绝对不想他先生会这么早离开。我们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生命的无常。在圣经的观点里面，圣经对于无常有很多宗教家对无常的解释，大家可以上去看。以圣经来讲，它主要描述人生的短暂、不可预测、转眼即逝。但圣经它透过无常，其实要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呢认清生命的一个本质。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另外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我们这个本质去寻找一个什么可以永远倚靠的。什么是我们可以永远依靠的？好，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第3节到4节哈，3到4，其实大家都很熟的哦。我们读一次，好，来，请来。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不过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影消逝。人这个一字在原文里面，它代表就是像玻璃一样。玻璃很容易碎掉，大家都知道哈。现在牧师有一个金孙，知道吗？金孙啊，金孙在帮他洗澡的时候，脸盆啊，各位哈，其实我们现在洗的都会腰酸啊，腰都很酸。他现在就开始会动了，3个月都会动来动去了哈。这个奶爸来那个，抱起来的时候要很小心如果他一动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我会被后面的爸爸妈妈骂死，我就惨了其实人也有卑微的意识，因为人在生命当中随时都可以遭遇各样的天灾人祸，我们都会很担心你们知道吗？其实每次子爱回台中的时候，搭那个8点多的火车，然后到台中火车站，大概10点，然后他又骑着他那台小绵羊要去勤益科技大学，大概也要15到20分钟，那因为我们都有那个我有监控他。我就看他这样骑，停着骑，跟他到的时候，我跟志梅牧师两个就哇到了，很开心。那个是出于说，其实在路上的话，很开心。人算什么？上帝，你保守他平安的到。所以我们可以遭遇很多天灾人祸，其实我们就到坟墓里面了。不管我们是富有是贫穷。其实都一样。人其实在上帝创造的宇宙当中，我们真的是会在动物里面真的很渺小。你们知道我们常讲说蟑螂踩不死的蟑螂，因为蟑螂好久才踩死，对不对？蟑螂很久才死。其实我们人真的比他们还脆弱，你知道吗？但是上帝特别顾念我们，在整个动物里面，上帝特别怜悯我们。
看顾我们，也施恩给我们。这边讲到人算什么？第4节讲到人算什么？人就好像一口气，吹一口气，人就好像什么？太阳照那个影子一样，一口气，一个影子在讲的是什么？讲时间时间。我牧师就想到诗篇90篇到第4节，是的，千年如一日啊，在上帝的眼中1000年就好像一过了昨天，那么短暂，那么短暂。时间虽然真的快不快？很快啊。但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把握时间，其实结果常常不一样。我牧师来建成9年那个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好快哦，已经9年了。你们知道这9年当中那个除了停医之外，大家可以答这9年当中你觉得我们建成牧师来9年当中，我们已经有几个小朋友出生？给你们3秒钟想一下，1、2、3，立安几个？太快了再多给5秒我们这9年这9年有几个小朋友出生好，已经知道了几首？几个？14个，有这么多？西西豆豆不是的，牧师来的时候，牧师来了，西西豆豆不止了啦，来就有了，都有了。好，牧师来，因为那个在少子化的今天其实建成真的还蛮厉害的西西豆豆已经更早了西西豆豆更早了9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是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凯慧跟那个谁佑书就跑来问牧师生第3个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有3个嘛。我们当然是一定很不错其实也真的不错，就鼓励他们就生了。所以哲松是大家里面的大哥大。接下来就是盛宴凯华的盛宴，然后接着是可晴凯阳然后西月西月加那个佳佳的不是佳佳嘛，对不对然后以赖小朋友然后李恩木槿，李恩就是那个以轩的然后木槿就是那个婉柔的最后一个就是牧师的金孙所以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这牧师这样不行啦我说我们总共有9个如果看看这样的，是不是很有盼望？要不再一个吗？这个是你爸叫我讲的，你爸叫我讲的你爸叫我讲的但是人类从始祖亚当夏娃之后，人的血液其实是留着那个罪性，也跟着一起下来。这边我们有伟大的神学生我们在读奥古斯丁这个叫神学家里面讲它里面有讲说其实人从婴儿孩开始那个罪性就展现出来。婴孩当他想要的时候，他要不到，他会哭会闹会哭会闹。从婴孩他就已经想要东西了那个罪性。所以我们其实人不单单想很单纯当一个受祝福的人，我们人想要依靠自己，我们更要骄傲的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依靠的世上看得到的车，所谓车跟马，就是所谓的权势地位。其实在某一部分人其实想成为上帝了。如今世界太多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将我们基督徒牧师现在对象是我们嘛，对不对？将我们属灵的眼睛遮蔽了，而且遮蔽它不会是一下子把你关掉了，关掉的时候你会知道，关掉会知道，而是什么呀？一点一滴把你蒙蔽起来，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在你身边，其实也常常在彰显。我们甚至不知道，有时会埋怨上帝给我们的起起落落，一生的起起落落，其实是个恩典。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在其中了解一项事情，就是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就好像我们不会说水缸里面的鱼，到
到底是水需要鱼，还是鱼需要水？我们绝对不会说是水需要鱼嘛，一定是鱼需要水，不然鱼就会死掉。事实上，我们人一直不明白，我们其实是没办法控制我们生命的长度，只是有时我们没有去想。当我们会去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马太福音6章27节这么说：你们什么人可以用挂虑担心好了，或者是计谋计划，或者是你的才能恩赐，让你的生命多长1刻呢？我这个同学他们很成功的企业家，我记得我们前几年回去参加我们国中40年回母校40年，那时候刚好暑假，我刚好有空就去参加就毕业40年，我们的义务都是他们送的他送了一些衣服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没办法像志梅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题目，就是常常安稳在主的宝座，那样的平静安稳。我们常常被外在的一些东西影响。他有讲到嘛讲到一个就是拳头，帮孩子洗澡的时候那个拳头常常握得很紧。他比喻成了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被想要靠我们自己去抓住很多想要，而我们不想去调整。以至于我们纵使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拥有了很多，可是我们内心还是讲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忧愁嘞。牧师就想到诗篇90篇第10节，因为我常常在告别礼拜在讲这一篇这个经文。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啊。牧师常常偶尔在社区云华族跟他们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很有感，你知道，因为他们已经80、90岁了，70、80、90岁，他们很有感，很有感。我们的信仰里程，我们需要学习大卫王，我们慢慢将我们这个拳头放开。牧师以前也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我就觉得我们要靠自己。我们男生怎么样？流血不流泪啊！男生流血不流泪啊！男生怎么可以流泪呢？流血不流泪。我们这种出外打拼的人，真的报喜不报忧啊！老实讲，我父亲其实很多我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过得还不错。我们的报喜不报忧啊！我们要承认，其实我们的不够，承认怎样？我们需要上帝救赎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经文，1到2节，1到2节。请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碉堡，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谢谢今天的领唱那个婷一选的歌你都快把讲到一篇讲完了你的歌在我们因为牧师刚刚已经改了一下了跟台语堂讲的不一样了诗篇144篇是大卫所说的诗，大卫一生征战无数，他最后统一以色列，成为一个以上帝名的国家。大卫的一生其实并不是很顺利的，也不是含了金汤匙出生，他是家中的老幺，老幺是被看不起，在那个年代是被看不起的，被轻视的，出卖，甚至被追杀。你们可能不太懂。在民国70几年代、80年代就好了，后来慢慢才修法在以前你们的妈妈，如果房地产是妈妈的、雅玲姐的，雅玲姐要卖的时候要潘哥盖章，你知道吗？那时候你看，民国80年以前还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台湾的社会还是这样子，何况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然后呢，你又是家中老幺像我就有老二情节了，我这个年代我都有老二情节，何况你看他老幺，他被出卖，他常常雇羊，在一个恶劣的环境照顾羊群，面对了狼豺虎豹的攻击。可是就是这样的艰难困苦的环境，我们看到大卫呢，大卫他可以说出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应当称颂的。大卫体会出来，他的生命倚靠的磐石，不是倚靠他的军队，也不是倚靠他的能力。用现在的话来讲，
大卫不是依靠他有多少金钱，他工作多少职位，他有多少的房子，他的子女有多少，这些都不是大卫的依靠。因为我们知道，当无常临到的时候，这些都没用了。无常临到，这些都没用。上帝才是大卫他真正的依靠。磐石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有去金门玩啊，应该知道金门很多的坑道。金门看那个坑道，因为他说挖在坑道里面都是那个花岗岩石，那个飞弹炸都进不来了。但是好像磐石在保护着哦，就像我们盖大楼一样，地基要打得稳啊。地基你不打得稳，台风一来就吹倒了。继续有讲的，不管是山寨、碉堡、我的救主、我的盾牌，那个都是他在每一个情境上面的时候，他所对上帝的赞美。我不晓得你在一天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时段你是对上帝赞美？有没有想一下？牧师早上都喜欢去林森公园了哈，南京东路、林森北路那个林森那边，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那个绿色植物比较丰富，也很大啊。然后爱珍姐也在那边，一堆40-50个人在那边跳赞美操。然后前2天我在那边运动，然后爱珍姐可能他们中场都跑来叫我牧师，要不要介绍你认识？然后你跟我们一起跳赞美操。我说不要。哦，刚刚在吃饭的时候，牧师不好意思，我吵你。我说早上那段时间其实是牧师自己的灵性时间，我透过运动，但是其实也很多我自己跟上帝的对话。当我能跑的时候，我感谢上帝还让我能跑，你知道吗？牧师，能跑要赞美吗？哎，真的。前阵子以前牧师髋关节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跑，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牧师的手举得很好？哎，牧师几年前50岁有50肩举这样子而已。哦，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你会赞美说哇，会赞美上帝。我看到天空上面那些旁边我跑的时候，两旁是家冬树樟树，你就会去赞美上帝。然后突然鸟飞啊，什么虫跑来跑去，你的灵性你会打开。那个也是帮助很多牧师讲章，其实从那里出来的。因为牧师不能靠 AI 啊，听说 AI 很快。金会长老他们最近的安亲班暑期又到了，他昨天拿给牧师看，牧师你看这个是近几十年来我觉得我做的最棒的一个海报，而且只花3秒钟就出来了。他给 AI 做3秒钟，他把想要的东西给他，3秒钟就出来了。我说牧师好像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大卫一生在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当你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那个是帮助我们不断经历神、认识神。大卫王他一生征战，是地上的战争，其实也是属灵的战争。我们基督徒都是属灵的战争。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没有什么叫属灵的战争，没有啊，那就是好运歹运啊，给你讲水温、拍温那个什么安太岁没有安太岁，忘记安或什么样或者是求了什么忘记去许愿可能类似。既然是属灵的战争，我们就不能依靠世间的力量，我们要依靠上帝。因为大卫王他到晚期时，他很明白一件事情：当他每次觉得透懂啊，可以了，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时候，就打败了。当他很虔诚，他倚靠上帝的时候，他就得胜。人除非有像大卫这样的经历上帝的全能跟恩典，也就是活出什么依靠上帝的生命，他才能谦卑从心里发出什么？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某某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然这么爱我。我们可能不像长辈们，或者是有一些人经历生死，或者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很需要上帝，因为连医生都没办法。
连医生都没办法？还是我们以为一切真的是都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现在有的靠我们努力。其实牧师很深深的感受到，我算什么？不管是哲欣还是我觉得我们算什么？可以被呼召成为传道人，成为大家的牧师，而且被大家听秀，啊，听秀哈。早上哈，是用一鸡当例子嘛哈，早上用鸡当例子哈。早上啊，这边就不一样了，因为刚刚又发生一件事情了，哦，早上用鸡当例子是哈，昨天一个长辈啦，很感动，特别从他家坐公车，哦，然后打电话给牧师，在6号捷运站出口给牧师东西，然后赶快跑掉，啊，也不想看人会有看到，然后他一大早哈，就去买了土鸡，半只土鸡要让牧师吃，其实很感动。我算什么？我算什么？刚刚啊，牧师不用到美国刚好有人又送了美国的咖啡，牧师算什么？牧师算什么？其实我们深深的是说很感恩，牧师算什么？可以让上帝透过弟兄姐妹给牧师很大的鼓励。弟兄姐妹，这是大卫国度受祝福的秘诀是什么？他是倚靠上帝的生命，以让他有能力去保卫江山，让他整个以色列国度国泰民安。他外面的敌人没有再来攻击他。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的福气应该是比诗篇这个诗篇的时候，诗人他们那时候领受应该更大、更深才对。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后来都被掳，他们差派出太多的先知，他们也不听了。后来上帝直接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领受到应该是更深才对。可是因为我们知道，面对快速21世纪的进步，我们教会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我所谓的教会是指这个群体，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又天灾人祸，很多的意外不断的发生。我们的眼目，有像牧师前几个礼拜讲的吗？就像那个忠心的仆人其女婢，他服侍的态度，仰望上主，仰望上主，只等到他的怜悯。我们有没有用这样仰望的心？我们看到这半年很多开大刀的弟兄姐妹，他们慢慢回来，其实牧师非常的开心。我们要耐心等候。还是我们的眼睛早就受社会的影响，乱飘、乱看、乱讲、乱写、乱找。我们这9年，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建成教会的属灵的状态是有往前，就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面平静安稳。还是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面吵吵闹闹。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吵吵闹闹了哈。最近有很多长辈对牧师说牧师你的头发变白了，有吗？没有哈，因为我跟你讲，你看牧师的前面不准。那个我的理发师说你真的很好运我说为什么我很好运？因为你很厉害，你前面这一块是黑的。因为这几次长辈我帮他捡东西，他看到从我后面看，右还有没有看到？也没有，有啊牧师，你刚来的时候头发是黑的，怎么现在头发这么白？长辈这样讲是不是事实？是啊，是没错。但是他也讲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跟什么有关？时间啊！我们今天讲时间，9年就好像一口气一样。一个影子一样，已经过了。在座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一起走了9年了，比较也有4年、5年、3年，最少应该是哲欣了哲欣这2年、3年、4年我在神学院有陪他好几年9年真的不算短，9年这边现在不管是以赖还是那个佑恩他们在这边9年，他们已经小学3年级了，很恐怖，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子爱来建成的时候是小学5年级耶，他转了3所小学
然后现在来是5年级，现在已经是大学1年级了。9年3285天呐、那2位牧师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才对，上帝给我们2个的意向，我们就要建造建成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这9年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也慢慢看到我们很多的团契就定位。我们有各礼拜的长老在负责，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我们要知道，要建造荣耀上帝的教会，真的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一个人或者是一件教会，要活出依靠上帝的生命，绝对不会突然出现。我现在信主了，我就突然会怎么样？不是。就像连大卫，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做操练，何况是我们呢？这9年来，2位牧师白天晚上陪伴各团契聚会活动，探访关怀。有的人可能说：“牧师，你晚上还有事哦？”他们不知道晚上牧师还要陪社青啦，我们还要祷告会啦。他可能只知道他的团契，他不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团契啊。所以刚刚有讲了哈。我们也有很多几个弟兄姐妹让牧师很感恩。等一下我再讲哈。所以牧师就我这几年陪伴大家，希望弟兄姐妹从依靠自己、单顾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走向什么？依靠上帝的生命。我们其实2个牧师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好像都谈公事好像也没办法谈私事会看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需要去关心因为常常还是会有状况进来，像昨天就有一个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一个叫义珍姐的，她的胆囊又发作了通知牧师，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姐妹要请人去带她，她有才办法来做礼拜。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操劳陪伴让牧师的黑头发变白发很多人又讲笑话，你知道吗？你看人家志梅牧师都没有白，其实志梅牧师也白了他白了，他不会让你们，他退休那天才会让你们看到他白头发，他也白了今天的经文说到，大卫说第1节后半段，他说上帝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征战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征战，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征战。基督徒一辈子都在征战，我们的征战手非常重要。但是我要知道，我们征战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操练不是从头开始。你们也不是只有这9年开始，你们从出生如果来到教会，征战就开始。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其实已经在学习了，他们也在学习了，他们也都在学习了。这9年的时候，这9年的中间，上帝兴起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委身在各样的事工上面，他们自己会经历上帝对他们教导他们征战。因为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信仰绝对一定要委身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学到谦卑，你才可以觉得我要靠别人，我自己不是那么厉害，我真的要忍耐，甚至在委身服侍当中，你要学习牺牲，甚至彼此相爱。其实，当你们的委身服侍，其实给2位牧师，我们虽然看了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泄气，但是我看到很多东西，很多弟兄姐妹或是会激励我们。既然是在2堂嘛刚刚有讲到嘛那个庭一指挥嘛，对不对庭一指挥，庭一姐，其实很不容易。礼拜4要来参加社青，礼拜5要来夜团，礼拜6要来圣歌队指挥，礼拜天又来服侍。其实牧师真的很感动，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自经历上帝怎么样指导他的手去征战，另外经文有说，教导我的指头打仗。牧师一直在看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以我们现在要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目前建成里面可能很欠缺的就是献心跟现今的操练。
献心跟现金的操练，奉献要从心做起啊。奉献要心甘情愿，信仰也要心甘情愿。如果信仰还要需要人家逼的话，牧师会建议你考虑，隔壁有一个宫，有2个宫，你可以改信其他的，真的。你去拜，像我牧师以前拜关公、拜妈祖，他没有那么多，他不用，他很简单。信仰，如果你需要人家逼，那就不会属于你真正自己的信仰。献心很简单的说，除了委身服人，我们拿出时间来祷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去这么祷告，我们不要单顾自己。很多弟兄姐妹需要被祷告，读经、灵修，以上帝建立开始。当你有在替某一个人长期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改变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有一天，1年前是不是？1年前，郑梅姐跑到我们家，然后跟2位牧师说：“牧师，重磅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想说，其实长老或者弟兄姐妹来找牧师，牧师都很担心，你知道吗？你们不要没事随便打电话给我，我也很担心，好不好？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哈？我们若愚怀孕了。你知道知梅牧师什么反应？有影片哦。他哭了，你知道吗？哭得很惨哭得很惨。为什么？其实我们长期他们也希望赶快有孩子，一直常为宇翔他们祷告。前2天，若琳圣歌队指挥嘛，那我们就知道他的腰是 S 型，你知道腰是 S 型然后开刀，不开也不行的，不然他你看忍了那么久都没动哦。从年轻我认识他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在民权他是神学生，我想说这个人走路怎么这么如果年轻人讲到这么屌，走路走路怎么这么那个哇，好像大哥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真的身体是不行。他竟然结婚了，而且还什么生3个小孩，太厉害了。但最近真的已经被压迫到不行了，所以动了很大的手术。上个礼拜，医生说你毕业了，因为牧师眼睛一张开，就会替需要人祷告。牧师眼睛闭起来之前，我也会有一大长段为需要的人祷告。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经历上帝。你会跟他一起开心，不然你只是跳下去那个圣歌队那个若琳姐回来了，跟你没有感受。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灵修，我们要跟上帝有关系。时间的关系，牧师讲还有现金，是很多牧师不想提的，但是觉得牧师还是要讲，因为是不简单，才需要操练啊。人算什么？要不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其实你以为你有得货财的能力吗？上帝要把你拿掉是一下子而已。你都不知道，可能在你很多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惨了，其实上帝把你弄掉，让你又走过去。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是爱我们，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所以金钱的奉献上面，对我们依靠上帝的信心有很加倍的帮助。牧师自己经历过。最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自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长或短，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高度跟宽度。生命真的不在一场，甚至牧师也不一定可以活得到退休那一天，那又何妨？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到底的高度跟宽度，因为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宽度、高度，可以让我们真正有平安喜乐啊！我们在服侍社区云法族的长辈里面，千百种。我跟基金会长老有时气得半死，气什么？讲都不听。当我们有时在吃buffet的时候，我们就说人很多，你夹一点东西之后，你就先离开，好不好？让下一个人。不是，就是有几个长辈，他就是让他夹到这么满。然后还走回来，还掉在地上。你跟他讲，他还不听。
我们的属灵的这样活太长，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根本没有高度跟宽度嘛。我们跟他讲这样子，我们这次也是去那个喜来登林口带他们出去吃跑费。我说我们包场，你要吃到多久？2个小时你已经吃够了，你不用急。还是有人拿了一堆。哦，我知道敬会长要开骂了，我就赶快讲我们为什么要把生命活成这样子？只有当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害怕。刚牧师讲慈爱在外面求学，其实你说我们担不担心？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面，我们也会担心害怕。但是我们要跟上帝的建立，我们相信上帝会保守他。只有依靠上帝生命的人，我们现在都面对很多的诱惑，不止金钱、情色，很多的诱惑，公司行号很多的诱惑。我们也看到你看很多有前途的工程师被诱惑了，上帝会亲自帮我们阻挡哦。我跟你讲哦，上帝会用任何方式把你关住，把你卡住，他要保守你，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当我们依靠上帝的生命的人，我们可以看清楚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有美好的计划。子怡绝对不是依靠在牧师身上，子怡也绝对不是依靠阿边身上。上帝对子怡一定有美好的一个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以牧师觉得说，当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依靠上帝生命的信仰团体的时候，相信我们会渐渐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而且只有这样子，当有一天我们跟一些信仰前辈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可以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好，我们一起让敬拜团一直带我们来做一个回应。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也是。我们一起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苦，也无法叫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追到你怀里，我的灵却越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耶稣，
耶稣为了我的生命，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上有太多好像利剑一样、谎言一样，一直在伤害着我们。我们多久时间没有像这个婴孩一样，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面，平静安稳地睡着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总是想要靠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完成怎么样的事情，可以向某人证明怎么样的事情，其实都不用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十字架上的恩典跟怜悯临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座也很多弟兄姐妹还不认识你，他们还没有把自己交给你。我们在座也有一些，虽然我们受洗了，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朝圣的旅程当中，我们常常三心两意，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你。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们，你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你也会为我们安排一条最好的道路。愿主耶稣亲自安慰，也赐福给我们在座每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那个亮光跟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在这个世界，持续的来为他征战。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好了，你们都很熟了，一起唱出来好吗？嘿。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大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不被压，总会压，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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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声！让我们踏着坚定的脚步，继续往前行。Come on，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都会样，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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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唱，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里结束，我们默祷闭会。